好多時候，信任來自絕對嘅清晰，但係肉眼睇到嘅，可能只係個故事嘅開頭。嗱，你嘅眼咧就好似呢個模型咁，上面呢度咧係有啲爛嘅，但係咧佢爛得有幾嚴重咧？我哋等陣咧可以用顯微鏡詳細睇下。當遇到唔確定嘅情況下，咁就要請我嘅老友，我嘅第二對眼睛出場啦。睇呢個先係事實嘅全部，啲收埋喺陰影後面嘅細節，決定治療成敗嘅關鍵。依家一目了然，冇影嘅同軸光，連最深最暗嘅角落都照亮。顯微鏡帶嚟嘅唔止係清晰，更重要嘅係精準同埋微錯。同時咧，亦可以令我哋嘅患者參與成個治療過程，親眼見證每一步嘅嚴謹，咁樣就可以更快建立信任啦。所以咧，用顯微鏡咧，佢唔單止代表微錯，佢仲係醫生嘅第二隻眼，可以將好細微嘅嘢放大，咁樣醫生可以進行好精細嘅操作。咁樣對於患者嚟講，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嚟嘅。